按算拜五、拜六通过台湾东北部近海，时到全台湾拢会落雨，上紧明仔载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大学分科测验因为风台延期，改做后礼拜一、拜二举行，考生会当提早出发，寄出来费用会当申请补助。屏东竹菜乡一台轿车甲乌古摆相路相在，两个少年救无回来，也那轿车驾驶是轻伤，详细原因还阁需要厘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这粒8位风台，目前暴风圈的半径呢，已经有380公里，伊是愈来愈大颗啊。按算拜五甲拜六是通过台湾东北部的近海，时到这全台湾拢会开始落雨。气象署上紧明仔载日时是来发布海上警报，也那明仔暗会来发布陆上警报，实际发布的时间会照这风台的动态来调整。风台来进前，拜三拜四全台湾拢要真好天，亲像湘北地区、中南部、外山区，也有花东唱国可能有到37度以上的高温。不过气象署提醒民众，这两天就要先做好风台准备。目前风台8位7级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380公里，拍算拜四外围环流接近，前后拜五暗到拜六，风台就会通过台湾东北方的近海，有过这段时间的风雨上头。目前就是在台湾的东南东方的一个海面上那目前的一个强度上来讲的话，是中心是最大是每秒60公尺这样的一个强度。目前的一个半径上来讲的话，是已经有扩大到380公里。明天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就会开始往这个西北的方向，然后朝台湾的东北方面。周五晚上到周六的这段期间，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时候。根据气象署预估，台湾各地区未来120点钟的暴风圈侵袭的几率，嘉南、双北和桃园，也有花莲、连江等等10个县市拢超过9成。气象署指出，8位是一个真大佮真强的风台，时到风台外来全台湾拢会落雨。气象署表示，台中以北的山区会上大水雨，民众都要特别注意，一定要量早防灾。在明天晚上开始，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宜兰地区的话，这个降雨情形就开始会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哦。那到了礼拜五白天的时候，基本上台风的外围环流就开始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在迎风面的北部跟宜兰地区的话，在白天的时候雨势上就会开始会有逐渐增加，而且风势会有逐渐增强的一个情形。那到了晚上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到时候在西半部地区的一个风雨上来讲的话，在这时候会开始会有逐渐增强的一个情形。气象署嘛提醒民众，拜三到礼拜受到风台的影响，北海花东半部也有恒春甲马祖拢要注意，各沿海的海涌会有到3米以上。前后风台期间，山区头北海的淡水可能会发生土石流，所以嘛呼吁民众莫去到山区甲海边避免危险。记者郭耀基、林孝凯台北报道。来看即摆，为着因应这条8位风台，大学的分科测验本地这个拜六礼拜是要考试的。即摆这招联会是宣布延期啊，改做后礼拜一甲拜二，也就是7月13至14要来举行。教育部是表示讲，这考生若准因为天灾的关系，无通好顺利赶赴考场，安尼会当提早出发。另外，这寄出来费用会当申请补助。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最严重的时候是10号的下午跟11号的上午。这个2个关键的日子一个是考生的这个市场的查询，另外一个7月11号也就已经开始了进行了考试。所以为了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2天。如果我们有考生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呢受到的影响，这个原住地的地方因为停班停课，他必须要提早出来，他有这个额外的交通费用需求或者是住宿需求，都可以检具呢向大考中心来提出做这个补助的这个申请动作。教育部是表示讲，这监测人员呢有可能因为延期需要来增加人力，其实因本地就有备用的人员相关的津贴甲补偿拢会照规定来办理。这回这大学分科测验延期，成绩公布也改做是8月初3，也那登记分发是延到8月初5到初8，另外放榜的时间是改到8月17。来看新德县尖石的水蜜桃，即卖是拄好会当收成啊。这鸡农呢是赶时间来抢收，因讲若准照较早的经验来看，风台来扫一摆，安尼水蜜桃产量就会减一半。大家只通赶紧想办法来降低损失。
捧个大粒的水蜜桃，互人看到真想要夹一喙。4月到8月食水蜜桃当着时，不哩个即马果农是头壳莫咧烧，就惊风台影响收成。台风又一来，都还没采到啊，2成了哦，完蛋了这个。新乐县尖石乡因为环境好，水质清气，种出来水蜜桃真出名。果农听到风台要来，赶紧采收，各用网把水蜜桃树砍掉，希望来降低雨水对水蜜桃的伤害。没有熟，你也不能采啊。所以现在是看天吃饭，怕不怕损失啊？当然啦，1年只有采1次。尖石乡水蜜桃今年4月，都因为受大雨水影响，收成比过去减5成。即马再面对风台，果农有够烦恼。当然会损失了，一定会不剩了。这个台风一来，全部都没有了。我们做这个果农太累了，今年又量少，这一次给他疏失，台风一疏失，我们就完蛋了。这1年就没有饭吃了。面对包围风台愈来愈近，靠天食饭的农民拢唔敢大意。敢若会当5万降低风台对台湾的影响，莫有辛苦1年的一切无采工。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好，即马风台咧要到位啊，农民是烦恼这稻仔会受到霜冻。伫咧苗栗甲彰化拢有提早来抢收的情形。因为伫咧彰化乡呢，目前拄啊好是火龙果甲四季果的采收期，这正规季的也赶紧动员来抢收。已经半暝啊，收割车还阁伫咧运作，风台伫要来啊，农民看甲足紧张的。苗栗的农民就惊6月冬的稻仔对咧，互风台抬了了，赶伫咧暗时赶紧采收。是因为怕台风来，稻子会倒掉，就会没有收了，没有收入。哦，所以说机器又不够，大家抢着要割啊，所以说连夜要割了，不割不行了。苗栗6月冬的稻仔，原底是伫咧7月中旬才要收割，啊，毋过即马提前采收。互收割车供不应求，因为排队农民实在是伤济，收割的时间嘛起互压缩。今仔苗栗县里稻壳已经连续收割5天，落花嘛配合收割的时间，甲收稻仔烘好带的时间延长。如果要割晚一点，要割到凌晨，就事先电话先跟农会这边来联络，我们会顺利让你的稻谷缴交，才不会因为塞车到最后呢，有一些人的稻谷要留在田里面。上次的就是好大雨，然后其实田间一直都很湿，然后根一直泡在水里面，他们就没办法呼吸，所以我们这个就比较像是迟滞性的灾损。彰化农民嘛，全部伫咧田地无用咧采收，有种稻仔做事人用传统的倒吊拍稻仔的方式，做台南16号月光米，趁这几天好天伫咧赶工。因那福兴乡拄好是火龙果甲四季果收成的季节，这农民伫咧风台来进前，会当收偌济算偌济，因为6月做大水雨已经霜冻甲真严重，就烦恼这摆风台损害会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德产乡，今仔日早起是发生一桩真严重的死亡车祸。这驶轿车的查甫人呢，甲骑奥多拜相载的2个少年仔，双方伫咧路口相撞，2台车拢并落水沟底。警方是表示讲，这个骑奥多拜的2个人是当场未喘气，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因那轿车的驾驶是轻伤，详细事故原因还阁需要调查。车别早起7点外，屏东德产乡的平安路甲永兴路口，一台轿车甲小载奥多拜分别对无共的车路开过来，不一个车速拢无慢，2台车来到路口就安尼弄做过，轿车甲奥多拜拢并落去水沟底，骑奥多拜小载2个少年仔当场无性命现象。附近民众讲，听到声出去看，人甲车拢伫咧水沟底啊！听着共一声足大声的啊！你有出来看？有啊，尾啊，咱在开门了，我有出去看，人在拢伫水沟啊。2个少年仔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现场4个拢是车壳的碎片，奥多拜的前脸已经喷出去路边，规台车拢甲碎糊糊。轿车嘛是4脸翘就天，并伫咧沟仔底。64岁查甫驾驶卡伫咧车底，消防赶到规个人救出来，加载干那轻伤。轿车驾驶讲，伊来到路口看到奥多拜时，已经被负打动。我就过来，因就撞落啊，我就闪啊，速度就快。本案自小客车驾驶人无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厘清。2个少年仔是朋友，骑奥多拜小载要去上班，年纪拢是20外岁。因为双方车速拢无慢，警方表示，详细调处原因，佫需要进一步厘清。不一个民众驶车骑车经过路口，一定要甲速度放慢，注意附近是毋是有人佮车，安尼才会当确保双方的安全。记者柯家组邱超勇屏东采访报道。
这中联地监油的问题已经愈加愈大摊。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讲昨暗有接到通报，讲这泰山某一批调理油去检到苯便比超过标准，目前是当咧调查源头。即马在野的立委呢是伫咧立法院提出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也个卫福部长赵宗良，除了甲全体的台湾人会师的以外，也着落台表示负责。 院长下台！院长下台！毒油害台！毒油害台！院长下台！国民党立委举牌抗议，要求卫福部长赵宗良回室内。中联大豆沙拉油苯便比超标，引发食安的疑虑。现在问题扩大，经过泰山初步化验，有一批油品佫验出苯便比超标，正搁咧追查这批油品的配合。昨天晚上我们也接到，在泰山有一批这个调理油，那么初步化验。 有超标的情形，有2.5 ppb 的泰山的调理油。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追溯。原本含量20%以下176项产品，敢若是由业者自主公开产品的资讯。卫福部初期政策大转变，改则宣布全面落架，初八深夜12点进前要完成。这位在野党立委伫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提出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卫福部长赵宗良等等的官员，除了爱向全民会师的，嘛应该爱落台表示负责。20%的洗脚水你要喝吗？这样子的东西不会让你致癌，但你敢喝吗？更何况是今天有致癌物的相关成分稀释20%的含量，毒油的总量有1300吨，但是呢，追踪回来的只有17吨，不到1%。请问99% 的毒油现在流向何方？如果继续这样闹下去，到底对人民有什么益处？没有益处啊！民众比较要关心的是，我家的油到底我可不可以继续吃？好，到底那个品相怎么对？要让民众很快的去了解。对于追查的状况，赵宗良表示，目前检调已经介入调查，未开始通报到油品制造过程敢有弊端。除了迄当时有问题油品，嘛针对中联为4月到6月底宣布停止制造过程中所有油品，拢会全部检验。那结果一出来，就会宣布所有品项资讯嘛会继续公布伫4月4的专区。记者综合报道。 即届这中联油品去检到苯便比超过标准，即马各地方政府也来展开调查。伫咧高雄呢是来公布第3站使用这问题油的20间业者。行政院长杜英泰伊也搁再强调讲，一个查到问题油，就要随要求业者落价回收。 问题油的风波继续咧拖，高雄市府继续开闸1222间相关的通路，嘛公布第3站使用问题油品的店家、餐饮，也有加工业者20间，市府已经禁止业者使用，嘛要求卖场爱落价，嘛公告退换货代志，一直到初7为止，已经回收有问题油品3551.7粒。只要确定使用到问题油的加工食品就下架。 卫生局已全面展开清查，厘清第3层及以下相关业者使用状况，确保问题油品不让市民吃下肚。行政院长杜英泰初8日透早，搁一概宣示政府解决问题油的决心。关于实战的问题，我昨天说过，没有一个政府不会去积极的处理。我们只要查到，我们就会来公布，只要有问题就下架。 即个去问题油品扫掉的，包括享食天堂碗霸店，也个卖食品原料的王来兴、明德豆瓣酱拢在内。啊，若卖场讲，因为顶悬的厂商提供有问题油品，民众只要提发票，就会使来退费，无日期的限制。像我们家做生意，我们都会问啊，所以问也都还好，因为用的都不是他们家的，然后甚至也不是用大豆类的东西，因为可能之前的猪油的东西吧，可能大家都会有另外一个警惕，所以可能都会去。 用好一点的。另外，联华食品大港的超商食品，包括林聪明鸡肉饭丸、富航豆奶经典饭丸等等的品项，拢掉济。对着这件代志，林聪明刷过鱼头揣杯回，讲因每一间门市用的原料，也个油品用的供应链拢无同，请消费者放心。那在 7-Eleven 的通路上呢，目前我们得知，这个饭团有涉及到使用这个不当的油品。 那跟我们本店门市所使用的这个所有的贩售油呢，是不同的供应链。对着政府追查问题油的速度，虽然民众是真肯定，啊，不过是按政策的检讨，嘛是爱继续进行，民众才会当食了安心。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咱要带上来关心的是，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区内有一栋37层的大楼，即嘛是当咧整修，不过煞传出强要放弃的危机。目前这栋大楼呢，伊的钢骨有变形去，而且部分的楼层也有落落去的情形。警消人员是赶紧疏散附近的人，也来封锁周围的道路。纽约曼哈顿第一大道、第三大道之间的东40街到45街，目前是全面封锁，人甲车拢禁止出入。纽约市长曼达尼证实，这栋37楼高的大楼状况真无稳定。Two structural columns have buckled, in addition to multiple cracks and sagging floors. The building remains unstable. 这栋伫咧纽约中央车头附近的大楼，正正是跨国制药公司辉瑞的全球总部，1970年代所起的。原本是做商业办公室，即马要甲改做高级公寓，按算会有1600户，超过36000平。初一早起所通报讲，大楼有落太路的状况，附近的徛街、办公大楼、店家民众拢紧急疏开。And since we arrived on the scene and put that in place, we have seen continual movement. It does mean that it is not yet stable. It is still a very serious and dangerous situation. 目前确定大楼的21楼甲22楼有2基条歪曲变形，21楼到26楼继续咧放。即马曼哈顿市中心竟然有大楼可能会放，附近的居民拢真意外。A little shocking, confused. I find that surprising that we're having in the middle of New York City an issue about a building collapse. Yeah, I don't know. It's surprising. I've lived here for 6.5 years.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almost collapse, especially this close to Midtown. It's pretty wild. 负责上班甲徛街专案的纽约市处提局，赶紧新增现场的包厢，安装临时条辅助。相关单位监控建筑物受损的所在。目前临时条只是初步的措施，后续的稳固工程会阁继续做一段时间。公司新闻警员评编译。荷姆兹海峡又搁出代志啊！因是连续有3只船伫遮受到伊朗的攻击。在美国除了是展开空袭报复行动以外，也撤销伊朗石油制裁的限免令。今嘛这美伊关系又搁变紧张啊！国际油价今仔日也搁再起来啊！驶伫咧荷姆兹海峡的商船，风声讲搁去互伊朗击掉。美国中央司令部初7普文，讲伊朗伫咧国际航道顶悬攻击平民驶的船啊，美国随甲拍断去，嘛讲伊朗安尼攻击是完全无道理，明显违反停火协议。卡达也有沙烏地阿拉伯嘛谴责伊朗安尼行为，讲两国因兜的船拢伫咧荷姆兹海峡向拍着，要求伊朗爱马上停止所有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另外，英国海军的情报讲，初7迄天，阁有2只油轮驶去甲荷姆兹海峡的时阵，去互伊朗击着，船有海去。进前，美国财政部才因讲，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会暂时甲解除。但进美国财政部伫美军空袭进前，就甲这项免途令撤销啊。这项免途令是互伊朗会使卖石油，也阁有汽油产品出去。这是美伊谅解备忘录部分的协议。伊朗的外交部嘛伫咧国营电视台顶悬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美讲美国政府安尼做，看会出因根本就是非常的恶质，袂当挖靠。این در حالی است که طی 20 روز گذشته امریکا مستقیما یا به واسطه اقدا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علیه لبنان بارها مرتکب نقض‌های کوچک و بزرگ مواد مختلف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شده است. وزارت امور خارج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ضمن هشدار نسبت به تبعات پیمان شکنی امریکا هر اقدامی که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و 美国甲伊朗签谅解备忘录才20天，即马又搁开始咧冤家啊！伊朗指控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发动军事行动，已经是破坏协议的内容。啊，若对乌兰即马是去航道安尼乱，就是要甲美方来示威，讲哦，伊朗是对荷姆兹海峡也搁有控制权。警告美国甲盟友，若是无法度展现停火诚意，也搁解除经济制裁。全球能源的供应，也阁有国际航道的安全，这都拢免讲啊！啊，若美国甲伊朗即马才了啊讲好无偌久，两国就阁开始咧起配面，船啊真无简单，才会使驶过荷姆兹海峡，即马又阁出现危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法国极右派的领袖马林勒庞，伊是牵涉侵用欧盟的公款，法院是依次有罪判决。不过原底呢是禁止5党未当参选的，即马是缩短做15个月，对2025年3月开始算，也就是讲即马已经期满啦，所以勒庞又阁会当去选2027年的总统啊。 57岁极右派领袖马林勒庞今日法院，因这关系到伊政治生涯重要的判决，法院依次伊伫欧洲议会加报助理会的案件有罪，认定国民联盟当期甲超过410万欧元的欧盟资金提起了东江的薪水。不过上诉法院甲原底5年的参选禁令缩短到15个月，而且已经服满，为争取2017年继续搁拼总统。Des peines ne dira pas que vous devez malgré tout porter pendant plusieurs semaines ou plusieurs mois un bracelet. En cassation suspend les peines qui ont été prononcées par la Cour. Et donc vous êtes ce soir, vous dites que vous êtes candidate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onc ce soir, je suis candidate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法院也判勒庞爱罚10万的欧元，也有1年电子监控居家服刑，爱扣电子卡价。根据法国的制度，挂电子监控的人出外爱得到法官的许可。 这时间，互外界真质疑，伊敢会使正常走选举。不过，勒庞表示会向法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因为上诉期间刑罚接近执行，所以伊有缘会投入选战，并且甲30岁的国民联盟主席巴德拉做伙组一组来竞选。法国左派政党对判决表示欢迎，证明并不是勒庞所讲的政治打压。部分议员阁批评讲，勒庞过去主张涉嫌贪污的政治人物应该一世人袂当参政，但是伊煞坚持选总统，明显是剩家己的嘴皮。 été 2 fois reconnu coupable de détournement de fonds publics, 4,1 millions d'euros volés aux contribuables françaises et français. Et donc, elle est une délinquante. Voilà la seule conclusion que l'on peut tirer de cette décision de justice. 因勒庞服务真侪年法国北部的票仓埃兰破亡，判决的结果引发无共的反应。 C'est du même parti politique, donc Bardella il soutient Marine Le Pen, Marine Le Pen soutient Bardella, donc moi je prends en compte que c'est issu d'une équipe. Exemplaire, y compris sur le plan judiciaire, et vous imaginez quand même l'image que ça donnerait à la population et au reste du monde entier si on avait une candidate qui faisait des meetings avec un bracelet électronique. 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无10个月，民调显示国民联盟依次领先。即马勒庞确定有参选的资格，也互这场红看作是法国最近几年上关键的总统选战正式提前起果。勒庞伫2012年总统大选排第3，也伫2017年甲2022年2届进入第2轮的决选，不过拢输予马克宏。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 来看中俄交杀要20天的哈马斯政府呢，伫7月7日宣布解散，把这权力交予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哈马斯是表示讲，这是为着要来推动加沙的行政转型，也毋过针对即卖外界是希望讲哈马斯解除武装，这部分到今也是无共识。 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的组织哈马斯，2006年是拍败长期执政的主流派系法塔，赢走巴勒斯坦议会大多数的席位。隔年，阁对法塔的手头，甲加沙走廊的控制权抢走。去年10月，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了后，哈马斯是真一摆表示讲愿意退出日常治理。哈马斯强调，这符合停火协议的既定安排，终止加沙的政治主导权，是为着要消除以色列任何占领的借口。 تأمل أن يستطيع الوسطاء والدول الضامنة وما يسمى ب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إجبار الاحتلال على إدخال اللجنة الوطنية إلى قطاع غزة حتى نكون أمام إعادة ترتيب الأوضاع. 去年10月，美国总统川普为着要协调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设立的国际组织和平委员会 （NCHG） 是伊下骹的组织，负责加沙日常公共服务和民事的运作。对接管加沙 ，NCHG 的主席表示讲，伊的委员会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等资源和能力到位，就会当承担国家的职责。这是外团 NCHG 一直无进驻加沙，是因为以色列反对。对哈马斯解散，以色列除了中心卖，因为安尼撤军，各大面哈马斯强调的是放弃治理权，毋是控制权。而且只要哈马斯手头有武器，任何平民政府嘛只好由在伊安怎武。以色列的外交部长是伫社群平台发文，讲会坚持全面执行，互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计划，佮呛声讲要彻底实现加沙地区的非军事化。
对哈马斯的表态，和平委员会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讲会照联合国安理会规定，所有武器拢予 NCAG 来控制。佮强调讲，对哈马斯的评估会以实际行动为准，毋是口头的承诺。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再来关心这中国侵扰铺设地带，这日头是愈来愈大。最近因搁向这太平洋来试射飞弹，是引起国际的关注。咱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伊是呼吁这民主国家应该着爱徛做伙，爱来建立有警甲应对的机制，唔通互中国亲像咧测烟尘共款来改变台海地区的现状。最近几年，中国铺设地带侵扰手段一直升级，直直派军舰、海警船去台海甲第一岛链的四周围。最近，佮向太平洋试射、监射弹道飞弹，引发国际关注。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采白伫台湾海洋国际论坛，都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做伙建立预警、应变处理的机制，唔通互中国用测烟尘的战术改变即卖状况。我们必须讨论，我们要维持的现状是什么？哪些行动正在侵蚀现状？灰色地带侵扰的黄线在哪里？红线又在哪里？我所说的黄线不一定意味着军事的反击，红线也不应该等到战争爆发才存在。真正重要的是，在危机发生以前，我们能不能建立共同的辨识、共同的预警，以及相称而协调的回应。China's ambition is to internalize the seas along the First Island chain, attempting to transform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into internal waters. 搁在带团访问台湾的民主党籍美国参议员达克阿西也受邀请参与会议，针对中国进行声称伫台湾东部海峡进行执法的巡查。达克阿西指出，这是中国想要建立新常态做法，唔但台湾国际社会都应该保持警觉。China is trying to establish new norms that are not in compliance with wha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agreed to and ratified. And we cannot allow them to do that because they will continue to push forward and expand that, and it has global implications. This is just as important to the Netherlands as it is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it is to Taiwan. 达克阿西也强调，台海安全对全球安全和经济拢真重要。因若前一天会面赖总统的时，达克阿西是表示，家己是传习会了后，头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参议员，希望传达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自头到尾拢真坚定，而且跨党派的支持也未改变。记者怎报道？针对这届这中国试射飞弹的事件，咱国防部长郭立雄伊有证实讲，咱军内受掌握到对方是来试射巨浪2型的飞弹，为着要反制，其实咱着爱建立正周至的防空网。也毋过目前这国内攻击飞弹预算互在野甲抬掉啊，每年预算嘛无变入去，这是引起社会关注。中国进前试射、监射洲际弹道飞弹，互区域的局势变紧张，国际强烈谴责。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公布中国飞弹飞行卡架的图，国军透过多元的情报，掌握中国试射射程有6700公里的巨浪2型飞弹。国防部长郭立雄证实是常态性的情报交换。另外，中国2隻军舰福建号甲辽宁号最近动作真济，国军也掌握因的动态。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巨浪2哈，福建号的部分就我了解，应该是它是为了避台。然后出来以后避完台之后就回台南岛，让它的母港金木礁。那辽宁号的部分我们了解是出了古镇口，然后出去，然后应该会在那个渤海之内会做它的舰载机起降的一些训练。为着阻挡中国的威胁，总统大强调讲要打造台湾之盾。其中，中科院打造的强攻飞弹，炸的高度会当到70公里这悬，是国军设防空网真重要的战略。原地透过特别预算要大量产，不过互在野抬掉，即马佮传出无编制每年的年度预算，互外界烦恼台湾之盾出现变数。我们会运用各种的不管的相关的预算，我们都会将它纳入。因那国军面对警察少的冲击，会当招募兵员逐年咧减少，目前全军兵现比有80%。面对必胜的保卫战，国军提出放令，志愿入营定选的条件。提悬薪水的待遇，
和志愿役的人力成长5000人。不过，基层的军事官有关报告，按照每年恢复医官的考试。1年期就可以了。那1年期的话，那我们现在明年这些大专毕业的人，那我们让他可以去考预备军官或者是预备士官，那我可以充实我们的基层的干部。另外，国军为着增加义务役做兵的意愿，顾立雄表示，规划义务役伫战斗部队服役，也会当领到战斗部队的加级。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摕到台湾籍的日本人石板明夫呢，是伫台中互中国籍摕香港护照的查甫人加攻击。这石板明夫伊是呼吁咱政府着爱调查这案件背后敢有其他组织的介入，嘛着检讨入境的机制。因那民间团体也来呼吁政府爱强化反渗透法的防卫机制。伫台湾的日本媒体人石板明夫顶日在台中演讲了后，互一个中国籍有香港护照的查甫人攻击，嫌犯在犯案了后，阁要坐回零机人港离境，加在伫登机进前，互警察掌到。代志发生了后，石板明夫嘛伫面册破文表示，台湾政府毋通把这件代志当作是一般的伤害案件，就要调查背后敢有组织介入，嘛应该检讨入境的安全机制，避免有人利用台湾开放甲自由的环境去犯案。中国伸黑手。台湾不低头。那拜三有小党伫立法院头前开记者会，认为这个代志毋是单纯的治安案件，谴责中国下国镇压，嘛强调台湾社会面对暴力袂退让。常年用文字来批评中国威权的媒体人，但是却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暴力的攻击。出手的则是一名持有香港籍身份的廖姓男子，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算计得非常清楚。就像是一套事前先演练过的行动。民团指出，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7日实施了后，外界就烦恼中国可能用新法甲批评中国海外人士施压，甚至透过威胁、暴力等等的方式影响言论自由。针对这摆的攻击案件，民团是呼吁检调来厘清事件背后敢有人咧操作、出钱甲协助犯案。我们要全面检讨国门以及入境的审查。绝对不能再让有心人士利用漏洞来残害台湾的民主以及日常生活。立法院必须加速通过境外势力代理人法，并且全面补强反渗透法吓阻力不足、过度依赖法官自由新政以及规范限缩的现况。民团嘛要求政府检讨入境心在国安机制，加强反渗透法的相关规范，强化反制境外势力的力头。总统府拜一嘛谴责中国，讲这个案件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了后头一个发生伫台湾有下警点嘛性质的暴力案件。那案件背后敢有组织介入？目前司法单位正在调查。记者郭金勇、谢桂林台北报道。好，其实这中共呢是伫咧上空上旁边来渗透。检调另外是发现讲，因的科技公司甲咱台湾的业者做这赖的口罩，假做是天下杂志的编辑，讲要来甲人采访，毋过煞是想要来偷摕机密的资讯。专案是有2个台湾人涉案，犯着各自法的部分是予伊改过无起诉的，也若犯罪中国人，即马已经发布通缉。检调到公司全面敲找约谈的2个前后任负责人涉嫌甲对方交结协助不法事项。理性及诚信两名国人受中国大陆网军指使，在台收集手机门号注册之赖账号，再以每个账号人民币1100元代价出租予大陆网军使用。来涉案的公司登记的办公地点现留大门锁定的，无法度知影内底的状况。不过检调查出2个业者收钱办事，注册的真侪个赖小号，组合厦门市女地信息科技公司，和对方不法人士为114年3月开始，假做天下杂志总编辑，接触国内政客界人士，想要偷摕机密资料，连立委助理都是以入手的目标，好甲再无去骗去。提供了我一个里面是夹带压缩档的文件，是必须要透过加密的方式才能另外再开通，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通报这件事。就是我通报之后，他们还是会再跟我联系。突然有一天就是跟我说，直接给你一支专用的手机，让你比较方便跟我们联络。对方锁定的对象，毋但国会助理、咱自外管处甲创作为5年做有关的人权团体，嘛好列做渗透的目标，靠2大手法发动社交工程攻击。第一就是加赖，假做采访邀稿、探问资讯。过来就是假有恶意停息的电子邮件，若是点击下载，设备就去骇客控制。目前主导犯罪的中国籍姓洪人士已经发布通缉，国内2个嫌犯是得到原起诉。2名被告
分别涉犯帮助非法利用他人个人资料罪，均予以缓起诉，缓起诉期间为1年，分别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12万元及5万元。检方考虑涉案个人认罪有贿赂，嘛缴回人民票3300块的犯罪所得，涉犯 A 个自法罪嫌，可以1年原起诉。被告妨害电脑使用部分，因为查无电脑实际去骇客攻击的事情理由，罪嫌不足，以无起诉处分。记者采访报道。进前伫气象所有报员陈建安，伊是标出食刀搁骑奥多摆的事件。今年5月27日，伊是伫个重庆南路呢来骑正向，互警方甲抓落来，甲做这毒品的快胎。毋过煞出现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而且伊的身躯顶嘛有超着毒品，是照毒品甲公共危险罪嫌甲伊上班。这气象署呢嘛要行政查处，尊重司法调查的结果。今时期翕到一个细蛋的骑奥多摆熊熊冲出来，车一大堆伊所一路电倒向抓行，差一点就去下着红色的奥多摆，好甲这对方闪过，意外则无发生。今年5月27日，伫台北市重庆南路2段，警察伫巡逻的时阵看到有电倒向的车，随过去甲查。证件钱包。警方发现这细蛋的驾驶过的人戆神，怀疑伊涉嫌食毒驶车，所以实施毒品喙内的快胎，结果是阳性反应。警察随扣车，而且对伊身躯顶敲出毒品含食毒的工具。他就是逆向嘛，然后神经恍惚这些，给他做毒品快筛测验，就是呈阳性。现在呈阳性之后，就可以现行犯逮捕，逮捕之后就可以附带搜索，就可以看他的车子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就看到还有安非他命这样子。警方照涉犯毒品和公共危险罪的罪嫌，甲细蛋的移送法办。我想到伊竟然是前气象预报员陈建安。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低温。2021年以后，已经转换工作项目，是帮助医保技术开发的配合辅助的工作。对陈建安涉嫌食毒驶车，气象署正式5月已经接到通报，做内部的清查，尊重司法调查的结果。相关案情仍在司法机关的积极性，在查证的为是若属实的话，本署必当秉持依法行政、无枉无纵的原则，依法严惩，绝不宽待。多件案件一直发生，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去年规年就查到8659件，今年1月到5月已经来到6730件，多件嘛造成车祸事故。今年1月到4月，多件死亡数都有9个人这么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咱国内呢是有人咧做假的身份证、居留证，也佮有照护人员的证书，一张是收5000块到1万，卖互遮失联的移工。对民国112年开始呢，拢总有超过60个人是透过这面册等等的平台去甲买。警方调查发现，讲这交易的地点呢，就是北部一带咧卖蚵仔煎的。即马专案7个人是判4个月到6个月的徒刑，毋过买的人到当时还未全部查到。移民署的人伫咧台北甲新北足侪所在，上时展开查缉，甲美伫台湾做假证件的集团抓起来，抓到的7个嫌犯有咱台湾人、外籍配偶，还有失联的移工。查扣证物若有切纸、印刷的假诗，上关键的是查扣到真侪张假证件。台北市专勤队的调查，涉案做假证件的集团做的3大证件，有咱台湾的身份证、居留证、甲照顾服务员结业证明书，每一张拢收5000块到1万块。为112年开始2档的时间，有60个人买，其中印尼籍失联的移工占较大面，不法得利超过50万。越南籍移工组成的犯罪集团，将租屋处变成伪造居留证的工厂，透过社群平台招揽买家。利用蚵仔煎摊位卖蚵仔煎，也卖证件来躲避查缉。非法集团的嫌犯犯户籍法定罪，共判4个月到6个月。暗过假证件入去市场已经足侪档啊！目前有真侪失联的移工摕假证件伫台湾拍走。加啦！早前国内特别掠过同款的不法案件，同款嘛是锁定失联的移工伫咧卖，为制造到假证件。服务是规套的，迄时阁有34个外籍人士用这款无合法的手段摕到工课。他们也知道，就是说，打黑工，他们其实心里也是很坎坷啦，有点算是要买一个身份，让自己本身比较心安。还有他的一个经济利益的一个需求，因为他在台湾薪资水平比在他们自己的当地高了很多倍啦。国内失联的移工到达超过9万人，而且有增加的趋势。专家就分析，真侪失联的移工用真侪方式，拢是为着要继续留伫台湾赚钱。不过国内已经出现失联的移工和犯罪集团利用的状况，就惊变成是社会的问题。要安怎应用，相关的单位就要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
基隆市发生幼儿园虐待案，这市政府是宣布废除幼儿园的许可证，而且负责人是罚84万，两个大班的教师一个人拢罚40万，而且将4人袂当搁再做教保人员啊。目前6个人是移送地检署，昨暗伫复审了后全部交保。幼儿园的部分，那大家都知道，本次涉案有多名的这个教保人员那这个已经违反相关不当的这个对待的一些规定，那情节重大。那依照这个教保人员条例的第46条的规定那我们处以废止该园的这个设立的许可，也就是废照。市政府这方面是强调讲，对这负责人甲涉案人员是严格重罚，昨已经甲负责人甲教保人员也有要送去地检署侦办啊，是罚20万到10万块，互因交保。再来看宜兰县呢，因为这碰床实在伤济清洁队伍袂去，所以有公所是提案要争取预算来设置全自动化的处理的机械。也毋过，县政府伫评估了后，认为讲这一台机械就要台票3000万，佮加上保养，安尼所费是真伤的，所以落尾是决定要找厂商来协助处理。一点到一点的冰床，这伫回收场要甲拆开是无简单，需要真侪人工甲冰床内有价值的镜仔甲布料分开，才通回收。宜兰宜山乡公所清洁队就表示，因为人力不足，一天敢若会当拆3-4点，正已经借400多点，还未处理。我们其实公所的人力也有限，是那除了本身的清洁队的就已经业务很多，还要再分人力说要去做那个的话，其实负担蛮大的。目前宜兰市公所清洁队有一只半自动冰床破碎机，一年会当处理差不多7000多顶的冰床。不过半自动破碎机同款需要大量人力，甲破碎了啊镜仔甲布料分开，公所敢若会当请地检署的物业来协助。所以如果全线做一做，其实量能会不太大。其实你说破很快，可是现在全部卡在人力分选的问题。这几年民众的生活品质提高，冰床汰换频率增加，要安怎快速气化，就是一个问题。真侪公所拢会拄到清洁队无够人的困境，有公所就提案，希望宜兰县政府会当编预算，下一只全自动冰床破碎机，协助各公所的清洁队处理冰床。环保局规划。朝向委托业者来以开口契约的方式到各公所来进行破碎。根据宜兰县环保局统计，规个县目前回收的冰床差不多有3000顶，今年阁会增加1000多顶。环保局表示，经过评估，买一台全自动冰床破碎机需要开3000万，不过因为效率真悬，会变做真侪时阵拢顶伫遐，保养费阁无俗，无效益。未来会透过合约的方式委外请厂商协助各公所处理冰床，一年只要开8万块，效益阁较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南新华的极限运动场，伫2005年完工，结果无够适当的时间，是因为无法度经营，全安尼甲拍远去。面对这个土地，公所是讲有争取经费，后手会交予环保局来甲处理。今日台南新华这搭空地草花甲真悬，土卡粪扫嘛归堆，较下面是连内面的变电箱电线甲变数的五金拢互淘汰去，这哪像拍远的场地？其实是国内第2座专属的极限运动场，摆设真侪无共造型的设施，即阵拢歹去，真侪在地民众拢毋望遮通早嘅活化带动地方发展。几啊当拢无使用啊，都放用。使用一届啊，爱有推广，有人去使用，安尼也无人去使用，就嘛是荒废啊。会当迄个活络较好啊，有人会当去啊，看要运动，还是要创啊，会当使用安尼。这座极限运动场2005年落成，经过了解，规模无够适当，经营无好，就安尼拍远去。即阵要活化方向，嘛出现无共的声音。有咧选极限运动的人含有民代，是希望通修理好势，重新开放，弥补台南场地无够的问题。另外，毛民代建议，修缮的成本上悬，兼使用率低，规期彻底转型做环境教育园区。技师的一个鉴定有必要的一个危险的一个余虑它这样的一个鉴定里面说建议能够用来拆除以维护地方上的一个安全区公所回应，目前有甲体育局争取买400万的经费，用来拆除运动场甲规更骨，但拆线会交予环保局来领用。环保局初步规划，未来这带打造做生态循环空间做绿化使用，强调的维持原地生态，别个增加任何土木和水泥的工程，毋望这个空间用上自然的面貌重新挖过来。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另外，伫南投民间乡区焚化炉这案呢，已经开10外届的宽屏范围界定会议啊。过程当中，咧自救会为着表达因的诉求，有几啊届拢甲警方起冲突。即马有6个自救会成员呢，是互南投县政府甲提告。这环保局是回应讲，无希望看到伤过激动的抗议，希望大家会当理性来讨论。司法彰显公义。南投民间反焚化炉自救会提出自南投地方法院外口发口号，呼吁司法要展现着公义。因为自救会有6个人互南投县环保局来提告，罪名包括毁损、伤害，佮妨害公务。原因是伫宽屏会议期间，自救会成员及会场有激烈的抗议行为。因为徛伫岛顶的时阵，无张持。岛啊去害去，咱自救会今仔日有20外个出来甲声援，伫这地方法院开庭的时阵，大家拢伫个内底咧听，希望讲法官会当做一个较公正的审判。今天我没有看到南投环保局的人有任何人来这边了，他们要面对民众了。我有跟他讲过了，如果他们愿意用他们专业来保护南投的乡亲，我跟他们跪，我都愿意了。民间乡长陈汉立嘛到现场支持自救会，伊认为县政府会期4个月当中陆续开24天，嘛拢办至南投市，无要去民间乡。嘛无要听在地声音，地疏民怨，确实问题的重点。事件为头到尾，没有人想要去伤害人，但是你看南投县政府这样子。他这个叫做官逼民反吼，咱一定坚持到底吼。南投县政府有一天一定会遭到报应的。南投环保局是回应讲，反焚化炉民众一现场破坏岛仔椅啊，这些拢是公开物件，政府较会提告。所以政府机关绝对不允许这种破坏秩序的问题发生，所以我们坚持会针对有妨碍公务，还有针对毁损公务，甚至有殴打的伤害的部分，我们都会执行相关的提告的工作。南投县环保局强调，无希望看到伤过激动的抗议，嘛袂当因为意见无同就失控。望大家理性来讨论焚化炉议题，共同解决南投的粪扫问题。记者安修南投报道。继续来关心，这8位风台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出发的班机，部分旅客甚至是烦恼影响到行程，所以赶紧来加买旅游不便险。也那华航也宣布讲呢，这是7月初9到11这个机票，若准伫7月31进前有改定位，安尼手续费就唔免收啊。行李箱大官小官排队办理报道，即马是歇热旅游的大季，真侪人拢是规家伙啊出国去佚佗，啊毋过8位风台的说是要来检查，即礼拜有可能会影响台湾出发的机班，甚至往返日本啊个韩国的机班拢有可能会受到影响。部分的旅客就惊讲行程会有变卦，甚至赶紧加买旅游不便险。这几天有很注意台风动态吗？有啊，我们非常注意台风动态，就是很害怕万一出去之后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发生这样。是要去哪里？去日本。会担心吗？会有点担心，是怕说刚好来的时候没办法出去，还有回程。但还好今天出发还没有问题，那回程会比较担心一点，所以有去买了一下那个旅游不便险。因为8位风台可能会影响到机班，华航宣布，伫咧7月初9到11要做的机票，伫咧7月31进前会使来改位，免收改票的手续费。啊，若是旅游业者，就提醒旅客，若烦恼机班会受到风台影响，会使先买旅游不便险，才袂加开冤枉钱。啊，若团客部分主要是以航班有变动为主，无袂凊彩改行程。第一个就要把所有的3单据收走，包括你的饭店，包括你的租车公司。都可以避免说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啊。另外，歇热是真热，啊，毋过最近安检是甲真侪手提电风甲没收，这航警局就提醒旅客若出国进前，就要甲相关的规矩确认好清楚。亲像这款手提电风，有的是倒锂电池的，这是袂使托运的，就要随身载伫咧身躯顶。啊，若是倒盐酸电池的这款的电风，无论讲是手提还是要托运，这拢袂使。违规在的人安检的时阵，拢会要求你爱现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歇热期间，罗里亚剧团呢是来推出亲子活动，甲义工教会来合作举办着台语的导览，互大人甲囡仔会当了解民主甲人权的重要性。你的妈妈就是互发现就是讲倒伫即个楼梯口的所在。
义工教会也无使用台语导览，甲民众解说1980年林家血案的过程。即阵响纸，真侪家长带囡仔来了解过去甲国家暴力对人权的迫害。有学生讲，这是头届听到这段历史，想袂到过去台湾要发生这款代志。感觉就有一点恐怖，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林家血案事发的地点，就是今麦义工教会。伫去年，互文化部设做专项正义场址，多利亚剧团的工作坊就办伫咧遮。团长讲，因长期透过表演，互囡仔了解人权议题，像爱唱歌的戏，就是其中的一出。剧中以外，嘛趁暑假推出一系列历史补课的活动。教会牧师也表示，真欢喜这个专项正义场址会当甲艺文活动相结合。阮是一个艺术团体嘛，艺术就是运用艺术来参与政治、参与社会，互大家知影，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咱的民主，互囡仔有一个安心会当表达意见的国家。有时阵教会场地无咧使用啦，所以有一寡团体若想要来参访，也是要借用的话，基本上阮拢是做这历史的介绍安尼。牧师也讲，义工教会自去年就有甲导演合作拍片，拍算在今年9月在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会推出纪录片，希望场址的记忆会当透过影像传播，深化社会对人权历史的理解。记者卢尚珠、林秀凯台北报道。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大多数是好天到济云，贵岛北部、南投、嘉义地区甲其他山区会落局部短暂离阵雨。以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